北区呢，目前是全台南市密度最高的，目前50座的邻里公园里面就有建置了15座的特色游戏场，所以我们打造的是分不同年龄层，来让我们北区的小孩子到各种的游戏场来做体验，所以我们把它定位为北区就是孩子的游戏场。为什么呢？因为密度是全市之冠。我们华德社区一共有6座公园加一个棒球场，那这是其中的一块，是最小的一个公园。居民每天都来这里跑步啦、运动啦，然后就是我发现的器材有一点比较少，那么于是我们就创立了这个南百的渔网，它是想说要以前纪念渔翁，代表着是说他们会怀念以前抓鱼的时候。下课的时候或者刚好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小朋友过来玩，或者下课的时候家长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运动，然后多攀爬，做不同样的伸展运动，这样子对他们的整个感觉统合或者大肢体的活动运动，其实对孩子来讲都很大的帮助。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华德公园是北区目前为止50个邻里公园中间的一个。那陆陆续续公所已经在许多邻里公园争取到中央的补助，加上地方的配合款，来做出一些特色游具，然后把一些邻里公园优化成为特色公园。而且不仅是如此，也有鉴于有一些特色公园原先做的譬如说缺乏遮阳设施或者缺乏一些安全设施，我们都加以优化、加以安全化，让这个特色公园不管是有太阳的时候或者没有太阳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而不是大家只能说平常阴天可以用，那出大太阳的话就不能用。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特色游具可以变成全龄化、全时化，让大家都可以来。那未来呢，我们将这些特色公园也可以加以，譬如说夜间的照明或者是安全设施监视器把它做好，那让家长在下班的时候5、6点、6、7点，甚至7、8点的时候，还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特色公园玩，让特色公园发挥更大的功能。另外是讲嘅欢收看8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伫8月初这波强降雨以后，嘛出现真侪过去治水的缺失。其中为了解决海淀路甲安吉路附近一落大雨的淹水，立委陈廷辉持续听出海东里的民意，并邀集相关单位会勘检讨，希望对调整排水方向定新的思考来具体改善。位于安南区海淀路二段甲安吉路交叉路口，过去只要大雨地淹大水，拢无法度彻底改善，以及互民体为例，因为地势低，就是上入水相当艰苦。虽然市府已经有施作涵箱改善工程，毋过因为强降雨一来，水透白里共宽淹。对此，立委陈廷辉邀集市府水利、工务甲安南区公所等相关单位来现地会勘，毛地方相当期待表达行为。每一次下雨，我们家必淹呐，所以就拜托那个陈廷辉委员能够帮我们处理那个淹水的这个部分呐。这件拜托着委员，咱来斗3工来这要测地，要来解决着讲这个淹水会当将这个水路带位这咱的这个会排水系统为咱的安东大排处理快当互咱的这会当讲这的住户大家平平安安，唔通每一届的落雨拢来受到咱的水灾，伊的迄个足辛苦的每一届个咧破水。立委陈廷辉都来听出民意甲工程单位的意见，徛伫灾民同理心，就是爱拼上紧的速度，找出上好的方案来解决水患。因为附近到海尾不能了甲安中抽水站，建议调整排水方向。咱即马拜托讲，咱的工务局、水利局，佮咱的区公所就新的案，
新的案去做规个高站的测试，就是讲排水沟的测试，加着咱排水系统的测试，免咱甲水会当抽去咱的安中抽水站，这等于是上紧的速度，甲上紧的方向。所以咱希望伊一个月来，将咱所有的排水系统做高低差，那可以改向的，我们全部改向，因为上紧的速度来解决地方的困扰，无这个瓶颈无解决是袂当。台南对洪灾到因大水，立委陈廷辉为了替民众解决问题，唔捌停困。尤其一个所在，过去竟然是会看过8摆，也是因，所以只好改用新的方案来重新设计。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面对各有洋流风台要来，不过市府也持续将对丹纳斯风台灾后复原召开记者会，会中除了说明目前灾区伫政府的媒合登记征收房屋超过2000间，4天中37间，完工有33间。秘书长嘛呼吁，目前工班的量相当的充足，呼吁受灾户把时间提出申请。台南市政府伫个丹纳斯风台灾后复原的进度说明中，常务由着秘书长姚天浩来主持，带领干务局说明灾区房屋媒合修缮的状况。干务局表示，自7月底媒合以来，到8月10号为止，已经媒合的厂商有215间，登记申请修缮的件数有2083件，完成施工的有33件。施工中还有37件。秘书长表示，修缮的量能相当的充足，呼吁民众要把握时间提出申请。我们目前施工完成的33户里面，我们随机挑选了一个个案哈。那从登记媒合7月30号到完成8月10号，整个施工过程大概从媒合到施工完成大概是10天到12天哈，中间还有2天的这个下雨天哈，所以大约是在10天左右。那这个个案是属于屋顶毁损超过毁损面积超过2/3的这个状况。那技术团队采用的是3合1，具有隔热功能的这个彩色烂板做一个屋顶的修复。那总修复面积我们估计起来超过30坪。那我这边再次提出呼吁哈。我们现在目前政府机关在整个灾区修缮媒合的部分还有量能，所以请各位灾民赶快到就近的一个区公所里面去做接洽，让我们赶快来安排，让你们呢整个一个建筑物呢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恢复到原有的使用状况。好，以上做这样一个呼吁。市府表示，设置灾后修缮媒合的平台，鼓励受灾户甲着政府媒合的厂商来签约。每一户会用个再得到2万块的媒合签约奖励金的补助，奖励期限将延长到8月底，而且还有2年的保固期。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确实，为了加速灾区的房屋征收，日前中央已经宣布，厝顶甲外墙受损面积达到20平方公尺以上，伫8月17号进前，交甲前进指挥所所媒合的厂商完成签约，中央会加码补助2万块，其中安南区都有6户签约，1户动工。趁着天气好转，修缮工程把时间赶紧动工。这是为伫安南区下东里的5世住户，一摆丹纳斯风台造成厝外被掀开，一寡藏伫厝内农具被压淡。知影行政院有发布修缮计划，马上完成签约，感谢中央甲市府斗相共。感谢啦，真正感谢的。我落去厝顶去休伊啦吼。休走过来10片，政府来甲我修理，安尼对啦，感谢啦。负责安南区的农业部农村水保署目前已经达成6户签约，1户动工，其他也在等待预计甲持续媒合会勘当中。一般比较简单的大概都5、6万块多一点的大概8、9万块因为目前这几件因为都是比较简单一点，所以原则上都在10万块以下像一些比较会用到梁柱啦，整个或比较大范围的部分目前都还在估价，跟那个住户在议价中。到8月5号统计，安南区公所有1789件房屋毁损修理案件，公所嘛积极协助灾民渡过难关。截至到昨天为止，
我们污损受理的案件总共有1789件。那市长特别关心我们一个房屋修缮的一些未租金的拨款状况那公所会尽全力来协助这个灾民的一个拨款照厝顶甲外墙受损面积达到20平方公尺以上，民众会当就近甲李干事联系寻求协助，期待政府甲民间协力，赶紧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位于台南关电的搬拿车站，随着南科的效应，人潮不断增加。目前车站只有东边的月台入口，民众要通行出入拢相当不方便。所以，位郭国文经过10天顺利争取5008万的跨站天桥加电梯工程，11号正式开工，预计2027年6月就将完成。夜休敬拜，台南关电的巴拿拿车站11号正式启动改建工程，因为车站唯一的月台出入口伫咧东边，车拢停伫咧同一边，地势停车位不足之外，若是要对西边行过来，要爬一大段的楼梯，对当地的时段来讲，相当无方便。车爱驶到位迄边过，个。你个爬过车，行落来，对啊，你去病院，你着搁爱行遮久，系啊，对无？坐车你着爱爬天桥啊，因为咱通常来伫遮的人，大多数拢一寡较年长的，譬如讲伫65岁以上到80岁这段的人。立委郭国文办理祭拜会刊，经过10天的时间。总算争取到5800万的经费，甲巴拿拿车站重新设计，除了有跨站式天桥，互东西两边拢方便通行，阁增加电梯、无障碍设施，同时改善停车问题。看起来呢是一个无人的车站，但是呢出入的人口数呢比有人的车站更较侪，阁加上呢南科化的因素。所以讲未来这使用率的相当的高。所以说这个车站如果做好之后，对长者是一种尊重啦，可以方便。尤其少年人无伫的，就是爱时大人家己坐车，安尼互伊会当更加方便的使用。未来这个车站嘛做好势，我想会当照顾邻近很多的乡亲啦。对巴拿拿坐到南科车站只需要8分钟。立委郭国文希望会当互这座无人车站的空间更加优先，嘛会他价争取 U-Bike 等等，加强公共运输的功能性。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记了北东今年再次迎来论香日，台市在地南天宫伫顶个月中亚生盛大举办接受大典以后，10号嘛举办中亚生平安福宴，邀请各有宫、高背景、庄内各社团甲各界贵宾，总共设开140桌，场面相当盛大。今年因为论香日，在地南天宫伫顶个月6月18。举办中央爷圣诞的祝寿大典以后，伫个闰6月17，嘛特别举办中央爷生平安的福宴。伫个14年，除了闰香日，同时还阁当着南天宫10年冬的考照，因此伫个庙前的宴龙仪式，嘛邀请着拄成立的建造委员，佮着日前拔选出来的建造会手，共同举行宴王的祭典。考手，再考手。3考手，升，再拜，归，考手，再考手，6考手，升，3拜，归，考手，再考手。满扣手
升类型鞭炮。接续伫个平安福宴，庙方嘛邀请各有奖、交杯景、庄内各社团以及中央甲地方各界的长官贵宾，有文化部的长官徐建修甲陈小春，以及立委林俊宪、陈廷辉，甲侪位的地方民意代表共同出席。今日咱来到咱南田乡，共同咱来庆祝咱地王爷的圣诞平安，而且做伙来团圆。咱伫这平安的，咱嘛会去这来甲咱王爷来感恩甲支持。多谢伊庇护，尤其台南今年啦，台南今年较无平静，咱针对迄个风台落雨甲咱带来南部的这个灾害，希望祈求每一个好朋友，大家拢安尼平安顺利。所有各有强调咱交陪景，咱所有主委委员代表先进，以及咱所有咱的西南新路水代表，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谢吼。今仔是咱地王爷丁刘准先圣诞千秋的好日子，定位伫遮祈求咱地王爷来保佑咱每一个好朋友，伫今仔日共享这平安的日子，这杯平安酒，拢会当一切顺遂平安。会中12殿南天宫嘛由着主任委员吴顺德带领所有的成员，甲着建设委员、会首长、上台，甲着现场所有的贵宾来敬酒，并表示感谢。1级1科的建设大典拄好闰双6，所以伫今仔日闰6月17日，利用礼拜来举办地王爷生这个平安福宴，来邀请所有安尼有奖交陪景，所有的中国贵宾、先进代表安尼来共贺这个地久千岁的新婚，食伊的平安宴。借这个机会，阮台顶全体建设委员会借这个机会来感谢咱各有奖交陪景多年来每一届每一厝对12殿南天宫的这个收听甲支持。12殿南天宫地王爷生的平安福宴，总共是开140桌，现场除了整个的开场，另外还佫邀请电视台、风人帮侪位的歌星到场助阵，以及着高空的烟火秀顶，场面相当的热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普济殿10号伫安平渔光岛举行普化王船仪式，互180档无举办的王孙节画下句点。不过，这可惜风波不断，起先先被质疑这殿并无文书的根据。后来，各地新桥安座道中有叫办人员无依照顺序插队，引发冲突纠纷。警察大车化卡宁静的，另外一边拍到机车拢倒落啊！普济殿普化王船出巡，下晡新桥顺便安座，并加固交陪景伫海岸路西桥，煞想袂到发生叫办人员因为炒饭的误会爆发冲突。有一边的头人因为喝醉了，而且就是他们想要先参美点再先转去，所以就是要炒饭。但是对方无同意，听在讲的时阵，两边讲了无拄好，然有起卡动手。因天气炎热，不耐酒后发生肢体冲突斗殴事件，将相关涉案人员依刑法剧中斗殴罪嫌带回侦办。好佳在代志有顺利处理，回国即颗相隔180档的石顶，铁主450万打造的乌色帝王级王船，载着信众1万外份的添载品，既是一到伫渔光岛送王，烧化王船的周围，还佫有超过30顶新桥护持，吸引大批信众来围观。但毋过伫出旁的情节桥，敢若互人讲王孙节不存在。内底所需要是王孙节，绝对有这物件，绝对有。讲无的人，我希望你来我会识的。
我绝对通你宣讲。其实清代以前记录就是有普济殿就有受过王传，就是一轮就是180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劫难，他就是用这种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然后所以说他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刻意。普济殿王孙石丢比一当话，一路行来风波不断，济庙方人员志工拢伫咧替历史留下一笔记录，互信仰文化传传落去。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国际扶轮3属7控地区结合真侪友社做伙举办环岛环甲车的3对3篮球比赛，要互青少年伫篮球场展现活力，避免接触不良的危害。国际扶轮3属7控地区的嘉里扶轮车，为互青少年伫暑假期间行出户外，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结合侪友社、嘉里分局以及嘉里区体育会，9日上午伫嘉里区体育公园举办环岛反皮车3对3篮球比赛，鼓励囡仔健康娱乐，远离毒品等不良的危害。嘉里扶轮社它的传统就办了这个青春有爱反毒反飙车的一个活动最主要鼓励年轻的同学们。能够有好的习惯，不要染毒，不要飙车，做一个好的年轻人。还有呢，做一个未来国家的栋梁。我们义组非常重视青少年的正向的休整活动，所以今天我们在先导，结合赞助厂商有嘉里分局长来帮我们做治安、做反诈骗、反毒的先导。合作单位之一的嘉里分局也特别伫现场办理反诈骗、反毒宣导，鼓励青少年培养正当的休闲活动，避免误入歧途。在暑假期间，因为在校的学生比较没有课业的压力，所以我们会举办一些3对3的篮球比赛活动，让青少年有一个正当的休闲活动，才不会误入歧途。所以我们这边要呼吁，我们青少年朋友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去接触毒品，也不要听从这个诈骗集团的指示，去当车手。除了篮球比赛，华裔扶轮社也发起号召办理嘉里区偏乡弱势学童学习关怀计划，得到嘉里扶轮社、新营东区扶轮社、客家扶轮社、梦时代扶轮社共同响应，合力捐出10万块。华裔扶轮社更是加码5万块，采购12组的太鼓，送予台南市国乐协会，作为偏乡学童练习用途。今天的活动不仅是嘉里扶轮社来办，还有华裔扶轮社、学甲扶轮社、梦时代扶轮社，还有嘉里扶轮社内轮会共同来赞助营役这个太鼓乐团一个活动。偏乡与弱势的小朋友在放学之后，可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就发起这个计划，希望有老师的教导，让孩子在下课之余可以学习鼓乐，然后一方面可以建立他们的自信与信心，然后我觉得一份小小的力量可以成为孩子的动力。这场结合篮球比赛甲公益捐赠的活动，不只让青少年在运动当中远离毒品甲危险行为，也透过音乐教育，为偏乡囡仔带来更加侪梦想甲希望。国际扶轮3属7控地区各个友社，希望借由持续关怀甲资源的投入，和健康正面的力量伫社会中传达，为后一代打造更加健康正向的成长环境。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由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主办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承办的114年新生乐活系列讲座，9号上午伫台南市立文化中心登场，邀请律师以实际案例来分享性别平等甲法律的权益，民众参与相当踊跃。家庭是建构社会的基础，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长期推动多元家庭教育。带领民众终身学习，114年新生乐活同齐行的系列讲座，甲着培育健康艺术专业人才的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来合办，邀请着跨界专家为民众带来知识的学习，甲着身心的成长。
今天8月9号这一场，我们请职业律师来谈一下，在多元的社会之下，这样的一个不管你任何性别，我们如何不要去碰触到法律问题。他会透过很多的案例的分享，然后提醒民众如何能够保护自己这样。那接着呢，8月16号就是我们要找一位检察官来谈一下，现在有很多人都什么被诈骗呐，然后哇一生的积蓄损失掉啊。那这个检察官要谈一下消费纠纷跟打诈防诈的面观，那个案的一个探讨，我觉得对大家相当的实用活动真的非常多元。那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是以培养医事健康护理这方面的人才为这样一个培育目标的一个学校，我相信我们来承办这样的活动，带给大家这些这么好的知识，竭诚的欢迎台南市民，包括外县市的民众，如果你们有看到资讯，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讲座。原本头一场8月2号，因为碰到好大雨来延期。8月9号，第2场邀请到律师詹梦群来主讲性别家的法律，分析多元社会性别平等在法律权益上会推动现况家的案例的分享。今天演讲的核心，也就是针对几个实例案例的部分。那主要会分成3个领域哈。第一个是公法领域，公法领域大概就涉及，比如说宪法上面的领域，比如说宪法的时候，我不知道几年前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女生去要报考消防员，然后差1.1公分当不上消防员，然后去申请释宪。我会在这个部分去讲这个案例。那另外呢，还有再包括是第2个部分是所谓的民事法的部分。那民事法的部分可能就涉及一些民法的规定啊，或者说像是遗产的什么分配啊，是不是能够排除掉女生不能够继承遗产啊？这样的规定是合不合理的？这是我们在民事法部分会去谈的。除了第1场8月2号延到9月7号，另外伫个8、9月中、甲月底还有4场，系列的讲座完全免费，并开放自由来入座，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个踊跃到场来聆听。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精英管弦乐协会长期亲近偏乡的音乐教育，在培各地成立学生乐团，来提升偏乡学生的音乐素养。今年的协会成立10周年的节气，特别甲立委陈天辉议员陈义鼎合作，举办偏乡音乐教育成果，邀请真侪乐团共同参与，场面相当盛大。台南市精英管弦乐协会自创会以来，长期亲历社区举办音乐的活动，而且协会还阁亲历偏乡，不但促成南华、北寮国小、廖爱弦乐团的成立，去年还阁有7个大家国小的弦乐团。今年拄好协会满10周年，因此伫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鼎的合作，特别举办2025精英扶植偏乡的音乐成果发表会。台南市精英管弦乐协会其实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扎根偏乡的音乐教育那也在很多的学校来成立这个学生社团那来扎根，让这个偏乡的音乐素养可以提升真的非常用心。那今年也刚好是协会的10周年在我们的创会理事长，还有我们的黄真公校长，还有现任理事长宜轩他们共同努力，还有所有团队努力之下，催生了这一场音乐会。那也很荣幸宜珍跟廷飞服务处可以担任协办单位那我想今天有非常多多元精彩的表演内容，我相信可以让大家看到音乐是可以跨越城乡、跨越年龄、跨越身份的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协会的用心，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美好精彩的音乐会可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台南可以更充满更多音乐的文化。首先感谢议员的帮忙，帮我们争取到社会局的经费。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有拉拢到偏乡，还有我们的青营我们从小朋友到长辈，还有我们的身心障碍者，我们一起来用这个协会的10周年音乐会，非常的难得，非常感谢议员的帮忙。这场成果音乐会9号下午伫太平境马家国纪念教会来举办，演出的内容除了协会理事长亲自来弹奏教会大型管风琴，还有 YMCA 新疆慈光合唱团的演唱，乐林棒钟团、甲伫嘉义大埔中小学管乐团，以及台南偏乡负责的北寮甲伫大家国小的弦乐团。精彩多元的演出内容，不但带来感动人心的音乐，同时嘛跨越城乡甲伫年龄的限制。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8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